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分享、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喺2月份嘅時候，香港探索即係 HKTV Mall 嘅母公司啱啱公布完1月份嘅業績，比往年同期增長咗 4.7%。話口未完，另外一個挑戰已經悄悄咁埋咗身。喺2月份，阿里巴巴旗下嘅淘寶香港，連同香港嘅家居維修平台啪啪部，已經進駐中港城2樓，開設咗淘寶喺香港嘅第一間家私及生活家品嘅實體店啪啪 Home。嚟到3月底，我哋強大祖國嘅網購平台又有新搞作啦！京東已經為即將在港開設嘅自營超級體驗店京東 Mall 招聘緊員工，佢哋嘅門店主要係銷售黑白兩道黑白色家電。香港嘅門店預期係冇華強北嘅規模咁大，但係會參考佢嘅運作模式，以供顧客體驗為主。到咗而家3月尾，京東再加碼推出買貴就賠服務，詳細我喺呢度就唔幫佢做宣傳啦。重點呢就係每個用戶只可以參與4次，補償金額每次人民幣618蚊，同埋只限首1萬名用戶。啱啱宣布嗰日下晝，隨即就見到旺角嘅鬧市人流最密集嘅地方，京東就落咗8塊大型嘅 LED 廣告，而且全部都係靠近豐澤、百老匯、蘇寧等嘅電器店。今次京東嘅廣告投入將會係超過1000萬。除咗門店之外，仲會喺各區同埋口岸開設自提點，提供寄送自提產品體驗。嗱，大家留意啦，產品體驗嘅意思咧就係有得試冇得買，提供寄送自提嘅一站式服務，仲有1小時上門取件嘅訂購化驗服務。今次啲廣告都幾挑機喎，喺地鐵站裏面就有幅廣告，佢咁講嘅：冇鋪租平1折，冇人 sell 就平多折，明踩本地零售業喎。本地網購平台嘅大哥王維基喺個人社交平台發文，佢話京東香港嘅 Apps 同 HKTV Mall 嘅 Apps 相當近似，連個圖案都學到似模似樣，真係抬舉咗 HKTV Mall。但係到我今日出片嘅時候，HKTV Mall 同京東嘅網站都各自有更新，已經唔係之前嘅模樣，但係各自更新之後都仲係好相似。佢又指出，既然係買貴即賠，只係包括百佳、惠康、百老匯同埋豐澤，點解唔包括我哋 HKTV Mall 在內呢？係咪睇我唔起，定係因為唔夠我哋平啊？點都好，你兵不厭詐，我兵來將擋，我哋要努力。京東喺深夜作出回應，大概嘅意思咧就話想同阿黃生比較下，睇下邊個對啲客好啲，於是就決定以免費上門安裝嘅方式嚟迎戰。京東宣布，由而家開始到6月底，所有香港嘅客戶購買京東嘅自營家電將免費上門安裝，仲穿咁加多句，我哋都希望阿黃生同我哋一樣，用實際行動為市民謀福利，使到香港嘅消費市場更加繁榮興旺。咁樣環境唔係唔還拖係咪啊？香港科技探索行政總裁周慧晶喺記者會上面表示，對應內地平台嘅競爭，HKTV Mall 從4月1號起，客戶落咗任何訂單後，可以無條件免費到 O2O 門市或者合作自提點提貨。王維基喺記者會上亦都指出，貨真價實係最重要，質量冇保證，平都冇用。佢話平台今年會加大引進更多內地商戶進駐，貨源更多元化，為消費者提供更平價、優質嘅產品同埋服務。阿基哥，我相信好多消費者就算寧願俾貴啲，佢哋都會選擇適當嘅生產地、產品來源地。希望基哥能夠做出精明嘅決定，唔好浪費資金。好多消費者支持你㗎。香港科技探索公布咗業績之後，京東喺 Facebook 發文，恭喜 HKTV 毛利率超過25%，利潤豐厚。京東毛利率只得10%，大家覺得邊個平呢？淨係得個平字用咩？識睇梗係睇留言啦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咩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